今仔受到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委托，来到咱固定教会中间。咱知影台湾教会公报是台湾第一份的报纸，到今仔日已经有132档的历史。到今仔日，网络的社会、网络的世界，以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做的文字传道事工，不只是出每礼拜一份的台湾教会公报，阁有 TCNN 的网站，让咱看到网络的新闻，阁有一寡影片、甲音乐，阁来阁有亲子的这个有关亲子的这款的彩色。会出刊一个月一遍，以及更新周刊，互咱会当做福音传单，甲新眼光读经手册，甲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我想今仔日台湾教会公报社多元化的事工，是比以前更较需要咱大家兄弟共同来关心，尤其今仔日无像以早。咱若要看到台湾教会公报，咱需要亲像订报纸共款，爱付钱。今仔日会到教会公报是对伫咱的即个教会的顺序单来送互免费送互咱大家兄弟来读，甚至咱可能加摕几分来送互咱厝边朋友同事。所以伫今仔日。台湾教会公报社多元化的文字传道事工，是更较值得咱大家共同来关心带导以及奉献。尤其伫这款多元化的事工中间，我想需要更较侪经费的支持。所以伫今仔日的台湾教会公报社，一年事工经费是需要3600万。当然，对咱台北人来看，3600万可能比阮兜的厝价搁较低。但是咱来知影，透过文字的传播，透过网络，透过这个网络的影片、网络的音乐，这事工伫这个传福音事工顶面所做的。绝对是金钱袂当来评估的，所以咱各位兄弟继续来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传道事工，继续关心带导以及奉献。伫讲道的大声，请咱压头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以下讲道的事工，互阮不管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白白对着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求主你的圣神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通过讲道的分享，互阮搁一遍来散示信仰。甲阮的关系，以及主你的听是怎样来带领阮？阮将阮以下的时间交到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阮的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到马可福音6章30节到44节，即个5块饼2尾鱼，即个耶稣行神者的即个记载。是新约圣经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中间拢有记载的一个耶稣所做的一个神者。综合这4本福音书的记载，咱就知影，咱若看到这个经节以前所记载第6章讲啥物？
伫犹太人的希律王太死惊死的约翰了后，过来咧，耶稣找见伊的门徒，四过传福音，然后转来的时阵，即当阵耶稣所做的什么？耶稣就带领伊的学生，想要退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要做什么？要安静来领受。咱若根据地理资料的记载，耶稣甲伊的门徒是要对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实际上是一个内陆的一个大湖，要伫加利利海的一边，即个所在叫做加比隆，即个所在要坐船驶到对岸另外一边的所在叫做伯赛大，路程若算的差不多是4英里。就是咱的差不多是要到7公里，但是你知影，本来这军队耶稣的军将伫加比隆这边，因听到耶稣要坐船去对岸，伊嘛赶紧行路靠过这个湖边，要到对岸去。咱初中数学拢学过，圆周直径乘以3.14。无错哈，我无记唔对，所以咧，直行船驶过对岸，差不多是7公里。这个圆周会是所有的一半，所以是半径乘以3.14，所以算的，嘛是超过这个7公里，差不多是10多公里遐远。过来咧，耶稣甲伊的门徒是坐船，过船过去。但是这个军队耶稣这个军将咧，因是行路靠过这个岸边，要去对岸的所在，表示应该开搁较济的气力甲时间，才会当去军队耶稣。为什么这个军将要安尼辛苦来军队耶稣？因为因知影，若是通见到耶稣。因的病痛、艰苦，甲心中的忧闷，拢会当得到主耶稣的医治。所以因知影，不管怎样辛苦赶路，也是有这个价值。这互我想到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历史中间，咱若读到这个19世纪末，尤其是这个英国长老教会车派。苏格兰的一个医师马雅各医师来初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是1865年6月来到台湾。伊一到台湾，就到当时的府城，台南就是即摆的台南，伫遐看西街开医馆。但是伊打开医馆落去，开始有患者了后，当地的汉医师就伫遐抗议。讲即个红毛的来到阮府城抢阮的生理，所以因伫遐抗议，插一领暴动。结果当时府城的即个清国的官员就请马雅各医师，即个英国来的宣教师，请伊走去基澳打狗的基澳，就是即马的高雄。基澳的所在，遐有英国领事馆驻军保护，所以马雅各医师伫来到府城无偌久以后，就迁徙去打到基澳。但是这个伫马雅各医师初来到府城信主，这个会友要安怎？历史就记载，公安拿这个所在。就是即马的左镇，台南的左镇，公安拿教会，或者是初代的信徒，因当时无牧者，所以咧，因礼拜做礼拜要安怎？因只有走去打狗的即个基澳。咱若对台湾的地理所知影，对台南的左镇要到今仔日的即个高雄。即个基澳、西子湾遐附近是偌远，
所以咧，初代才会100外当前，才会公安拿的信徒，因为着礼拜要做礼拜，因是拜六下晡做事做了后，就开始行路，摕火把，摕武器，然后咧摕粮食，然后行路，到暗时就扎营伫遐煮饭过暝，然后礼拜透早天光了后，继续赶路，然后等因行路到伫打到的期后的时阵，拄好赴着礼拜。做礼拜了后，中昼伫教会食中昼，然后咧到下晡，共款行路，要转去公安那，然后共款礼拜暗伫野外过暝。第二天拜一透早，拄好行转去公安那。所以咱知影，咱信仰的前辈为着要做礼拜，是捌有即款辛苦赶路，敢若为着要做礼拜。咱就爱思考，咱今仔日物质进步的现代生活中间，交通方便，尤其台北市、新北市，阁有捷运，高雄即摆嘛有。过来咧，咱礼拜堂设备较全，阁有冷气，阁有即个 speaker， 阁有即个麦克。礼拜中间应该是讲有啥物拢有啥物，甚至姓氏字、详细字，咱阁有即个投影片，额头会当看。但是咱爱思考，伫咱现代生活的中间，咱敢有亲像咱过去台湾长老教会或者的信仰前辈同款，有遐尼大的信仰热情，咱也爱思考，咱敢有亲像咱的初代才的信仰前辈同款，遐尼珍惜即个礼拜的时间。因知影做礼拜就是要亲近上帝，做礼拜就是要甲主内的兄弟姊妹三甲做伙，因有即款的体认。请问，咱敢有亲像因共款珍惜教会、珍惜教会的礼拜、珍惜教会的服侍，以及珍惜教会所做的一切的时间？所以，愿咱会当伫信仰的中间，用诚实甲体贴来彼此相听，彼此同工，为着福音的传播，三甲来努力。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记载，耶稣到伫加利利海的对岸了后，当伊看到遮尔多的群众军队伊，所以耶稣就怜悯遮的群众，怜悯因亲像无人带领、甲照顾的遮的拥群，所以耶稣就停落来，伫遐要医治因的病痛甲艰苦，佮向因来传上帝拯救人的福音。但是到后来，天色渐渐暗，我想大家天暗啊，也开始腹肚枵啊。所以咱看到今仔日所读到的经节，耶稣的门徒就走来找耶稣，要求耶稣或者的群众赶紧离开，随人家己去找物件食。那根据约翰福音6章第5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到第7节的记载，耶稣即当阵就问伊的门徒腓力，问讲：咱要对打落买饼
来互遮个人食。耶稣的门徒腓力略略啊算一下，群众中间，敢若算查甫人就有5000人，所以咧，这群众可能真万人哦。所以腓力就应耶稣讲，就算是开200个银仔，就是差不多当时普通人工作可能半冬，才会当趁遐尼侪钱。就算是开200个银仔来买饼，也无够，互每一个人食细细啊一块。耶稣安怎应？耶稣应伊的学生腓力讲：因毋免去，恁互因食；因毋免去，恁互因食。伫即个时阵，根据约翰福音第6章的记载，耶稣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就带一个细汉囡仔来到耶稣家。这个细汉囡仔就提出伊身躯所带的5块饼、2尾鱼来互耶稣。耶稣将这5块饼、2尾鱼祝谢了后，分互众人食。结果咧，不但这5000人，我拄仔讲过，算查甫就5000，那算囡仔，算查某人可能真万人。所以不但互这真万人的群众会当食饱，阁有剩的食物扣扣的，阁通装着12个篮。留意下这个5块饼、2尾鱼，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是耶稣行神迹的记载中间，上界出名的一个。我想咱对主日学、对青年团契、少年团契、学生团契、妇女团契、兄弟团契、家庭团契，你上会到的，我想咱拢捌用这个经节、这个圣经的记载来讨论，还是讲查经，还是分享。但是我请问你，咱常常听到神迹、神迹、神迹、神迹这2字，咱想到的第一个想到的到底是啥物？我想，当咱想象神迹是啥物的时阵，往往咱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亲像电影内底，也是讲亲像电视所演的，亲像变魔术同款，迄款的超自然现象，亲像变魔术同款，这个衫摕出来，就是一只鸟啊，也是讲安怎煞变出1000块，这款的变魔术同款的超自然现象。但是就因为安尼，有时阵咱基督徒会忽略掉神迹背后的信用意义到底是啥物？当然，咱基督徒咱无否认耶稣行神迹，也是讲透过上帝的气力，有可能会当超过这个自然律。所以有产生这个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好亲像咱基督徒常常会了解神迹，所了解啊，好亲像是迷信同款。但是实际上，新约圣经原本的希腊原文内底，无亲像咱发明一个名词来讲，这神迹2字这款的特殊的名词来讲，这款的记载，伫新约圣经原来的希腊文中间，神迹这个名词是常常用2个希腊字来代表。第一个希腊字是 semeo， 就是记号的意思，记号的意思。第二个希腊字是 dynamis， 意思就是溃烂。所以咱知神迹是一款记号，
因为耶稣基督通过信者，互咱会当感受到上帝对咱的疼甲怜悯。信者也互咱会当更加直接来体会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信者是上帝疼的记号，是耶稣基督怜悯的记号。信者也是上帝甲咱同在的记号。信者也是一款上帝快乐的表现，因为耶稣基督用信者来互咱看见，伊的快乐是超越大自然的规律，是超越自然律。耶稣也用信者，互咱看见上帝的作为是超越所有的科学知识所会当解说的。耶稣也通过信者，互咱知影上帝行伫咱心上的代志，毋是咱人会当用咱有限的智慧所会通完全了解的。所以，信者是上帝快乐的代表，信者就是上帝大快乐的表现，是超越自然律的。所以，咱若无去体会到圣经记载这个信者背后对咱生命、对咱信仰的意义，就有可能咱就亲像普通人看魔术表演同款，魔术表演了后，噗仔声吹落去，但是了后煞对观众无啥物改变。咱来体会到上帝行信者的意义。信者是记号，代表上帝的疼、怜悯甲大快乐。信者也是一款上帝快乐的表现，是超越自然律、超越科学所会当解说，超越咱人的理智所会当了解的。所以对安尼，通过咱今仔日所读五块饼、两尾鱼的这个圣经的记载，咱爱做伙来思考几个信仰的功课。第一，根据马可福音第6章14节到29节，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进前的一段。五块饼、两尾鱼的这个事件发生是伫什么时阵？这个信者发生的时阵，就是惊死的约翰和希律王处死了后，也是伫耶稣的12个门徒受到耶稣差遣去四围传福音了后，转来以后发生的。咱知影，伫即个时机点，惊死的约翰受希律王处死了后，过来耶稣的学生四界传福音，开始有名声了后，惊死的约翰受处死。本来军队惊死的约翰的这个信徒，转移因的注意来到耶稣，开始来军队耶稣。过来咧，耶稣的学生四界传福音，开始名声拄称的时阵，即当阵耶稣所回应的行动是带伊的12个学生退到旷野。咱知影，群众支持的焦点开始转移来耶稣身上。耶稣的反应是退到旷野。当耶稣的学生四界传福音，名声拄称，人讲这学生就是较牛，这老师一定更较牛。当这个时机点，耶稣选择退到旷野，安静思考伊家己来到世间
所负的使命。耶稣也伫伊的门徒四围团倒转来，耶稣带因到旷野，安静来思考，受呼召来服侍主真正的意义。毋知影恁敢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过劳死。这个过劳死，这是最近十几冬以来，伫台湾嘛常常有人讲到的过劳死，这是对日文卡路士所来的过劳死，就是有哪来哪侪中年人，也是讲是只有少年人，因为工作过度操劳，休困无够，过来咧工作压力伤大，毋知影放松家己，就年纪轻轻，因为心脏血管的问题，甚至突然中间就倒落过身。根据统计，伫日本一年因为心脏病过身的20几万人中间，1/5是因为卡路士过劳死来过身。但是身躯的过劳死，毋知影恁敢知影？咱的灵命也有可能会有过劳死。亲像有的基督徒信耶稣久啊，口气煞愈来愈大，谦卑愈来愈少，煞变做其他的兄弟姊妹，好亲像煞变做无读册兼无卫生，看别人拢无顺眼。也有基督徒伫教会内底服侍哪多，咱对细汉到即马吟诗服侍主，哪服侍哪甘甜。但是，煞有一寡信徒、基督徒伫教会服侍哪多，煞受气煞哪多，快乐哪来哪少？为什么？有可能拢是期待得到别人的呵恼，煞期待哪大，煞失望也哪大，煞变做本来是欢喜来到教会，要来敬拜上帝，要来服侍主，要来彼此关心，煞变做伫教会内底，煞互相伫遐受气，也是讲互相有无爽快的时阵，这有可能就是咱灵命的过劳死、卡路士。各位兄弟，非常无共款的。根据咱今仔日所读到圣经的记载，当耶稣看到哪来哪多的群众开始跟对伊的时阵，耶稣的反应是退到旷野来安静思考，因为耶稣知影伊的使命是啥物。伊的使命毋是对人的意思，是要成全天父上帝对世间人的拯救，是要用替世间人的罪来受死，然后搁活用安尼来带世间人脱离罪恶，来甲上帝同在，得到平安甲欢喜。各位兄弟，有时阵咱着小想，当咱伫教会负担的责任哪多，当咱信主哪久，咱也应该伫咱教会的服侍以外，爱有搁较济的机会，安静心来灵修，来读经。祈祷来学习听上帝的话，也爱伫主的面前诚实反省咱家己所做的，到底是要下伫人的期待来勉强做，也是为着要互人看到较来做，也是讲咱是真正出伫信仰。真正为着回应上帝对咱的听，
来付出实际的行动，来服侍上帝，来利益众人。第二个，咱爱三个来思考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伫迄当阵的表现，甲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是两款无共款对人的态度。咱都读到，当天色渐渐暗，当群众开始腹肚枵无物件食的时阵，